是4班18大熱係5準備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都算幾齊集雙嘅。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咧都好多隻喎，中間喜勝威龍啦，咁啊中檔有龍澤飛駒啦，最出客家之光擺咗喺前面啦，外邊黃衫夢照發啦，最出仲有隻一起美麗啊，跟住個第6位咧走二搭係大將嚟㗎，內欄黃衫幻影旋風啊，後邊5匹馬三江飛輪紅衫啦，咁啊埋邊位置仲有掌聲啦，後邊3隻快步向前啦，外邊係整蠱專家，暫時殿後淺藍衫淺藍帽咧係妙算奇勝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呢個滿貫彎啦，前面放啊嘛，客家之光帶頭啦，跟住喺第2位就夢照發啊，喜勝威龍咧就跟住個第3啊，第4位有一起美麗啊，第5位外邊紅帽啊龍澤飛駒埋邊黃衫，第6仲有幻影旋風啊，後邊6匹馬啦，大將咧掌聲響尾5內欄嘅，後邊4隻三江飛輪快步向前啊，尾2係整蠱專家，暫時殿後仍然係淺藍衫嗰匹咧妙算奇勝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嘅中段啦，前面都仲係呢隻客家之光拋嚟個幾馬位㗎啦，夢照發第2位啊，埋邊第3有喜勝威龍啊，大熱門第4位啊，外邊一起美麗啊，咁啊再見到第5位有龍澤飛駒啦，大將騎上嚟第6啦，後邊嘅馬有掌聲，外邊三江飛輪啊，急劇墮退係夢照發啊，後啲嘅馬快步向前整蠱專家，包咗落尾仍然妙算奇勝嚟㗎，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客家之光再撳住入嚟㗎，喜勝威龍第2位，外邊有一起美麗啊，第4位攝入邊有大將啦，外邊位置追仲有龍澤飛駒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間係掌聲，出邊追上嚟係三江飛輪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見到一起美麗就已經係透出咗，埋邊係客家之光啊，馬林中間穿上嚟有大將啊，外邊係龍澤飛駒，最出係妙算奇勝啊，接近終點啦，一起美麗掟甩贏啊，第2名外邊追上嚟妙算奇勝。過唔過到隻龍澤飛駒呢？咁啊埋邊有大將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一起美麗，今場呢係大熱門嚟嘅喎。咁啊結果跟住個第4位入彎呢出頭先，結果走甩贏馬，由包尾追上嚟，好被動啊！隻妙算奇勝，第3名係龍澤飛駒，第4名埋邊大將。咁啊賽項目啊，整下孖寶嘞噃，呢隻一起美麗咁啊吸收過一次谷草經驗，呢場可以保重。跑第2名都幾蝕嘅呢隻妙算奇勝，直情包到都冇章法嘅，仲要同隻整蠱專家撞一撞翻嚟第2。又係可以錯嘅錯晒啦，留到包尾貼欄入大彎3歲馬。